路德记第2章，路德拄到波阿斯。咱俄米有一个亲情，名叫做波阿斯，是大财主，是伊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摩押的女子路德对咱俄米讲：“我想要去远呢，通缀伫对我亲切的人后面捡麦穗。”咱俄米就对伊讲：“查某囝啊，做你去。”伊就去远呢，缀伫收割的人后面捡麦穗。真拄好，即区园是以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的。拄迄时，波阿斯对伯利恒来，伊对收割的人讲：“愿上主甲恁同在。”因就应伊讲：“愿上主赐福你。”波阿斯问收割的工头讲：“一个少年查某囡仔是甚物人因兜的？”收割的工头应讲：“一个摩押的女子是缀拿俄米对摩押地转来的。”伊有讲：“阵我伫收割的人后面捡落来的麦穗。”伊对早起无闲到单，拄仔才伫寮仔歇困一时仔若定。波阿斯就对路德讲：“查某囝啊，我甲你讲，毋通去别人的园捡，嘛毋通离开遮，着缀我的女工缀互条。看工人伫倒一区园伫收割，着缀伫女工后面捡。我已经吩咐工人袂用伫甲你创治。你喙焦的时，去水桶遐啉工人抢来的水。”路德就趴落去，跪伫涂骹，对伊讲：“你若会对我遮尔好，遮尔关心我这个外国人。”波阿斯应伊讲：“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你对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拢甲我讲啦。你离开你的爸母甲故乡，来住伫这个生分的人中间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果的避难，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。”路德应讲：“你对我这么好，虽然我做你的女婢嘛袂堪得，你还顾安慰我，佮对我你的女婢轻声讲好话。”食饭的时，波阿斯对伊讲：“来食，摕起来食。面包稳醋食。”路德就坐伫收割的人身边。波阿斯摕备好的麦仔互伊，伊食饱，阁有剩。伊爬起来，阁去捡麦穗。波阿斯就吩咐伊的工人讲：“伊若伫麦捆中捡，嘛毋通甲伊动，害伊见笑。恁甚至着对麦捆中抽一寡出来互伊捡，毋通甲伊责备。”路德就伫园里捡麦穗，捡到天暗。伊拍所捡的麦穗，大约有22公升的大麦。伊就派入城，摕互伊的大家看，佮将食剩的摕出来互伊的大家。伊的大家对伊讲：“你今仔日伫倒位捡麦穗？你伫倒位工作？愿注意到你好款待你迄个人受祝福。”路德就甲大家讲伊伫甚物人遐工作，佮讲迄个人名叫做波阿斯。拿俄米对新妇讲：“愿波阿斯得到上主祝福，上主不时施恩互活人甲死人。”拿俄米佮对伊讲：“一个人是咱的亲情，是有义务延续咱世系的一个至亲。”摩押的女子路德讲：“伊嘛有甲我讲，你着缀伫我的工人身边到收割煞。”拿俄米就对伊的新妇路德讲：“我的查某囝啊，你着甲伊的女工做伙，才免伫别人的园里互人创治。”路德就缀波阿斯的女工做伙捡五穀，到大麦、小麦拢收割了，伊继续甲伊的大家住做伙。